成田嘅傳統藝能啊，個個都識嘅過沙紙拋光。上面呢條就太深啦，見骨啦，救唔到啦。但係下面嗰條就喺面頭啫，可以將啲樣衰嘅地方做咗去嘅。到時候一刮就一拋光就起晒。刮一刮，濕水狀態下見到都已經冇乜啦，陣間一拋就 OK 嘅。呢度仲有少少，呢張1500嚟嘅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自己試下去玩。1500、1200都唔係好傷嘅啫，但係已經解決到大部分未落到底嘅花痕。如果即係條花再勁啲，可以攞嘢墊住，咁個力就食得硬啲咯。